你以為暗瘡濕疹爆成咁冇得醫？你睇我哋呢個客人2次時間由咁變成咁，佢咧係一個廚師嚟嘅。其實濕疹咧其中一個因素咧，其實係我哋皮膚屏障穿咗窿啊，搞到佢皮膚問題一次過麻煩。咁我哋呢個客人咧，其實面上嘅問題咧都比較複雜嘅，濕疹啦、酒渣鼻啦，全面咧都係脂溢性嘅皮炎，仲有見唔見到啊？鼻嗰啲位置有啲好大一個石頭瘡。工作嘅環境就喺廚房，油煙係特別犀利嘅，好夜先至收工，好夜先瞓覺。而家個經濟狀況都令到呢班廚師咧係特別有壓力㗎，先至會引發到而家皮膚上有咁複雜嘅問題。當然啦，呢一個客人本身嘅護膚習慣咧都係比較弱嘅，咁完全係冇護膚嘅概念啦。我好記得佢啱啱嚟嘅時候咧，無論佢嘅頭髮啦同埋佢嘅身體咧，其實都會有咧一啲異味嘅。其實代表就係話佢全個人嗰個油脂分泌相對嚟講都會比較旺盛，雄性激素係相當旺盛。其實濕疹咧其中一個因素咧，其實係我哋皮膚屏障穿咗窿啊，所以咧個皮膚係鎖唔到水啦，甚至乎就係致敏原，搞到佢皮膚問題一次過。呢個客人嘅皮膚比較複雜，所以需要做嘅療程都相對嚟講比較多。咁首先一定係要做我哋嘅基底保濕療程，打好個屏障先。係啦，繼而咧，我哋嘅 ECM 膠原曹體療程都非常之適合佢嘅。好多人咧都會主要係做咧啲細胞更新嘅療程，但係其實你知唔知道細胞同細胞之間有個間質，呢一個間質都非常之重要。就好似你養一缸魚咁樣樣，無論你嘅魚糧幾咁靚，或者你幾咁定時餵佢都好啦。如果嗰缸水係唔乾淨嘅話，啲魚都生存唔到㗎。皮膚真係及早要治理。如果你都有皮膚上嘅問題，快啲 DM 我，等我幫你解答。